总统赖清德单核案第2场的公听会，今仔日中国国民党党团代表张亚中，伊列出了讲赖清德违宪的罪证，讲伊是民选的独裁。民进党团的林俊宏就回击讲要解决这个争议应该要立法院发动倒架，才有法度解决。总统，你是人民的公仆，而不是那个日月神教的教主任我行。用金庸的小说《笑傲江湖》内底角色来比述，国民党团推派代表张亚中列举单核赖清德的理由。透过不公布、不附属、不执行行政权全面的凌驾立法权，这种系统性的破坏民主制衡，形成了超级大总统。台湾实质上走向了宪政的独裁化。我们的制度设计上应该是要对行政院院长提出不信任案，进行国会改选，然后诉诸新的民意，由新的民意来决定、来处理，说这个行政权跟立法权之间僵局该如何解决。民进党团推荐学者林俊宏认为，发动单核不是解决问题方法。立法院单核总统案第2场公听会展开宪政论战。民进党更加批评在野无唔对重点，应该发动倒戈诉诸民意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的弹劾，这也是画错重点、搞错方向的弹劾。如果要追究总统的政治责任，请去勇敢的倒戈吧。难道在野党害怕民意的最终仲裁吗？倒戈有用吗？今天走了一个卓荣泰，不会来一个郑丽君吗？或来一个潘孟安吗？那他们要不要听命赖清德总统的命令？当然要啊！国民党回击倒戈恐惊会破坏色彩优势，未对的支持。所六个2、1甲2日，立法院将要开审查会，邀请总统赖清德讲义说明。当头戏未正起鼓，调野气氛就已经正沉重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